加拿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是来咱台湾访问，有和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。赖清德是当面邀请伊参加5.2的就职典礼。罗森伯格强调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真坚定，嘛强调两岸和平稳定、台海维持现状对台美拢有帮助。So nice to see you again. See you too. How are you? I'm fine. You? I'm good. I'm great. 蔡总统接见 AIT 主席罗森伯格，亲像老朋友互动。以3个月来第2摆访问台湾，副总统赖清德也亲身接见，佮邀请参加5.2就职典礼。只是5.2进前，伊访迄个访问台湾引起关注，佮被解读来台整合新政府两岸外交方向。罗森伯格是表示，两岸和平稳定甲维持现状对台美有利。从1月13号选举到今天，那么在两岸的情势上面也有几件事情发生。那么诺拉主席能够来到台湾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And of course,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. This is a key shared priority enabled by Taiwan's ongoing responsible and pragmatic actions in the region and on the world stage. And we welcome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. 另外，总统马英九甲青年学生去中国访问，广东咸西甲北京11天的参访交流。风声册报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氏聚会，不过马英九行前讲话，拢无讲这定调是和平友谊之路，要减少两岸对立甲避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